中国不时咧扰乱咱台湾，那十是有中国的渔船啊，趁半暝掠鱼啊掠过界。昨昏阁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驶入来咱金门的海峡，加载拢去互海巡赶走啊。海巡署讲会持续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。您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，您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，尽速离开我方水域，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。海面是海巡警员的广播声音。中国海警船动作真济，15个有4只船，关于自动识别系统为金门列屿甲八定驶入咱的水域。这类暗船引起中华海上敏感神经，只要伫顺风天的平衡监控之下，海警船伫下晡5点驶出金门限制水域。侦获越界捕鱼，而且那海警船14暗时搁赴中国渔船越界，进入东沙水域，想要进入环岛违法掠鱼，海巡调度舰艇顺利包抄定检查扣，成功于东沙岛东北方8.3里查扣越船小舟1艘，并将越船驱离航出我国水域。为今1月开始，海巡已经伫东沙水域驱离中国外界渔船158只，扣留小船12只。过去几日，邀请1只中国渔船连接外界，塑胶庇护海域。海巡船舰实施执法驱离，所传出互中共宣称南广播反制，引起关注。请勿保持克制，与渔船保持安全距离，确保渔船安全。海巡赶紧澄清，驱离中国渔船甲监控共男是两个无同款的事件，毋是同时发生。指控中共精心制作的假影片，透过人体作战，是要制造咱执法受干扰的假象。海上执法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中，那做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，用这种宵小之举，其实是十分可笑。海巡强化海空感情力量，安捷航空推出重新计划民间版的军规侦察机，真济摆查到强男透过无人机清楚加入海巡侦查体系。不过关碧玲表示，第一步依然是先增加无人机、无人艇的侦查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